来，这个南韩的中央银行来压料，讲亚洲国家的汇率升达，是因为美国施加压力的关系。啊，是毋是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台湾前几天才发生台币快速紧急升达的状况呢？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再度来强调讲，美国绝对无干涉。 美国真的有施压让我们货币升值吗？总裁，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好不好？那边可以讲一下。没有。央行总裁杨金龙应讲绝对无，严格这4个答案，互大家是三无三。因为南韩央行总裁李强勇则讲到美国政府甲亚洲国家施压，要求汇币升担，但台湾到底是什么状况？美国有没有对我们台湾施压？我刚刚就已经有一个澄清，还有一个。所以是你认为是没有？没有，是没有。我就是说是那个Bank of Korea 的那个 governor 打我巴掌打我一巴掌啊，确实这个是有点形容过度了。计算的规定，下当讲是每一个立委拢将炮灰上阵杨金龙，严格总裁真坚定，大摆的答案拢是坚决否认。 强调汇率的清关甲接近是市场的意义上低，也已经甲想要趁机会投机的人警告爱因脱离，严格下谅解提出质疑。我们会讲到秃鹰是秃鹰来咧甲咱攻击，想要探，伊讲我们不要让人家说我们是干预汇率的国家，好重汇率的国家。 是安尼吗？目前市场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8月向上升达了后，昨甲昨日收盘确实拢有人，今仔日开盘嘛是小看人。总裁强调讲，新台币的变保都是央行出手的证明。我们还要适度调节，只是说那时候的那时候的预期心理呢，非常的非理性，而且非常强。 它的那个负的能量呢，已经释放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来操作的话就很顺畅。杨金龙认为，这个操作真顺利，伊个这波汇率的波动是短期，唔是长期。是讲传播关税政策变数较大，后续会安怎出招，影响到市场，投资人唔敢大意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